社晓得，人咧讲，N G 八拄到关老爷，新历23家暝半，高雄警察看到一只车真可疑，内底2个查甫坐落车了后，其中一个就赶紧想要绕跑，也无人讲。拄到这个警察，过去是走标队的队长，嘛是跆拳道的高手，无几分钟，随家牵绕抓起来，这个嫌疑犯当场行到3分检1撇，吐骨头。 半暝啊，一个查甫人，互警方压伫涂骹，规个过程伊拢一直抵抗，烦恼嫌犯会走去，警方直接甲伊引导，互嫌犯无法度顶当，尾啊才甲抓起来。这个时阵，警方雄雄闻到有屎味，原来是嫌犯伤过紧张，结果就直接放落裤底。代志发生伫23号半暝啊2点外，高雄西路的警察伫巡逻的时阵，发现2个可疑的查甫人，就叫因落车临检。落尾警方发现车内有武士刀甲细支的刀啊，想袂到其中一个嫌犯发现代志大条，就骹底抹油。 紧选细路的警察随掠过去，约500外公尺，成功抓到人。啊，嫌犯可能是惊到当场吐骨头。歹徒疑似过度紧张，用力过度，脸色苍白，上吐下泻。前案依法移请侦办。 原来西楼的警察读警察大学的时阵是电警队队长，走标甲跳远拢真厉害。毋但安尼，伊嘛是虎台杯全国跆拳道锦标赛、甲总统杯太极拳金牌，柔道嘛有乌大挺刀。嫌犯想讲家己会当走甲比警察更加紧，想袂到尾啊，也是互抓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